了吼，好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2026年关怀台语亲子广播营的特别节目哦。哇，阮今日足热烈的吼，咱拢总有几工，拢总有2工对无吼？大家拢足认真的哦吼。我是金色啦吼，我今日来遮客串一个安尼吼。好，咱即摆吼，咱即个营队内底吼，总共有3个老师吼。我是金色以外来，也佫有来阮文玲老师。哦，我是阿玲老师。阿玲老师，甲伊讲一个啦。讲一个较趣味的吼。今仔日就是即个广播营吼，带即个囡仔吼，我变佫少年10岁啊。哦，安尼啊。逐年拢减10岁安尼。啊，无可能啦，减到尾也毋倒无半岁吼。毋过面皮黏黏黏黏黏。迄落 K 啊啦吼。对，就爱啉啦。你即摆是咧做老师哦？是，我是南国国小，伫咧教台语。一间尔。搁阮分园乡。哦。的老师。哦。普通时啊呢，除了讲去教册，搁来若是讲休困日啦，会去山里啊，伫遐挽草。甲我咧有一点仔共吼。因为迄草啊吼，你若小可安尼，1、2工仔无去甲看一下吼，伊就怎啊呐？比你较探头伫遐咧，探头伫遐咧看我讲，你哪袂来插我咧？毋是咧，家己的手讲来哦。所以这就是生活，就是足单纯啊安尼。今仔日咱甲遮个小朋友啊，甲老师啊，已经佚佗2工啊哦，真欢喜哦。继续落，佫较趣味的哦吼，欢迎大家拢继续甲咱支持即个广播营。好，过来佫有一个吼，即个已经吼，大概吼，伊拢会缀咱参加即个做志工啊。伊是已经自细汉啊，毋是遮细汉啊，佫较大汉吼，甲即满啦吼。伊是自国校1年我熟悉甲即阵啦。来，你家己介绍你家己一个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文如。我即马伫咧高雄产品大学咧读书。我即马是读5专2年升3年的学生。我这是我第2遍来参加广播营的志工。哦，你除了广播营以外，你是毋是有若捌参加过即个营队？嘿，对。我的印象是安尼啦，吼。好，过来就是咱的特别来宾啦，吼。哇，有2组呢，来。啥物人要先？我感觉吼爱互爸爸先啦，嘿，来。即个爸爸我感觉吼，真正是足难得，就是讲吼。通常吼，拢是妈妈咧陪呢。即个爸爸陪2工哦，你佫随时拢是咧教因囝讲台语，有够好诶。我上爱即种，好，来，爸爸你介绍你家己一个好吧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叫做张介明，我住彰化市，今仔有即个有即个机会当带2个囡仔来遮参加即个关怀台语广播营，真趣味。我先来介绍阮细汉的，来，细汉来讲介绍一下。你家己讲，你叫做啥物名？我刘乌蒙。你即摆读倒位？你即摆读倒位？倒一间国小？南国。南国。国小嘛吼，你即摆几年的2年。2年嘛吼，彰化市人吼，甲我住做伙嘛吼。你感觉阮遮上出名的好食的是啥物？肉糜。八卦山。好食八卦山。袂食哩。袂食袂要紧啦，伊嘛是属于圣地安尼啦吼。你上爱甲伊食啥物？食冰。食冰迄咯，啥物冰？酸冰吼，是安那？就好食。就好食的吼，好。过来，阮介绍我的大汉的，来介绍一下。你头拄拢讲大的呢？歹势是安尼。系啊，好，恁大汉后各生。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张武信。即马读倒？南国。国小。南国，吼。南国国小。嘿。几年？4年。4年哦。日子咧过足紧的吼。你爱介意爱啥物运动无？拍羽毛球。是安那？因为真好耍。真好耍。拍来拍去。拍来拍去，你拍输还是拍赢？
老师我拍赢，吼，嘿，画派较卡。哦，你用拍赢，赞。好输有赢啦吼，好输有是赢。呀，好。啊，过来，佫有另外一组吼，来，哦，即个妈妈你也看到家己哦，真正是足甘心的，因为伊本身台语嘛袂使晓讲，啊，伊个查某囝嘛袂使晓讲，啊，伊拢哦，一直拼死甲伊讲咧，来，妈妈，你先介绍你家己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桂新良。今仔日我带阮查某囝子孙来参加即个台语的广播营，因为我想要学台语，我想要了解台语的话。今仔日足欢喜来遮，多谢老师的指教。来，啊，佫来边啊，即个啥物人？来，你家己讲，嘿啦，子珊，我你叫做啥物名？我叫做亚基酸，叶子酸吼，我若看到即间学校，我感觉足熟悉，因为咱两个人较同学校。你读倒一间学校？中山，啊，中山国小啦，你几年的？二年，啊，你2年的，我永远拢6年的。嘿，来，未毕业。啊，你即摆住伫倒位？中华，哦，你住伫中华吼。你敢知影住伫中华？你敢知影咱中华有啥物出名的所在？火车，哦，火车，我知影，四行火车，对，对吧？吼，啊，佫有无？大哦，大好，哦，大火啦，吼。哦，你介意火车，佫介意大火？啊，你想哪会介意火车？火车很酷哦。你是酷。嘿，袂要紧，因为吼，院长讲的讲，咱尽量吼，尽量讲台语。啊，若一半句啊正经讲袂出来，袂要紧，你著甲讲出来，吼。嘿啊，嘿啊。有千箍。好，啊，请问吼，你今仔甲啥物人来？我是甲妈妈做回来，哦，即组真正无简单，因为妈妈袂使晓讲嘿，啊，伊吼，伊本身嘛袂使晓讲，对第二吧？工就感觉进步真多。进步真济啊！吼，好，啊，咱2工内底，咱是毋是有一寡教学对吧？嘿，较趣味的代志啊，毋知影讲吼，有人学着无吼？啥物人要先分享？有吧？学着啥物啊？嘿，来，拢是趣味的，因为咱趣味。好，来，啊，爸爸你先啦，好啦，来啦，你想要甲阮分享啥物？分享，无分享，老师甲你教迄。嘿啊，我教，嘿，对，是迄个念谣。好，来，你要念啥物？念这有一只碰器。啊，来，甲斗相共来。有一只碰器，上爱偷食米，跋落去暗仔内，惊甲半烧死。即个会当做迄落做活动啦，嘿，就是甲小朋友吼做伙耍。来，安尼，爸爸你学到这哦？嘿。我甲你讲，我会搬喙紧无？来，好来，啊，弟弟你咧？你学到啥物？你想要甲阮分享啥物？果子，嘿，来，好来。啊，哥哥你先准备吼，嘿，你食果子，较大声咧，果子，你食果子，无食果子，伊食果子，无食果子，我食果子，妈食果子。哇，这个，我喙齿拢拍夹啦呢，嘿啊，喙齿有拍夹。对啊，因为伊共字文，你一直念到尾啊，你喙齿一定拍夹咧。啊，等甲你头开的时阵，功夫学成啊，台语就足老的啊，足赞的吼。啊，阿兄你咧？你要甲阮分享倒一首？我有一只狗，哇，我有一只狗，好传统的吼，来，我讲者第几啊？免紧来，你直接讲就好，来，好。我有一只狗，狗尾拖一只斗，毋知是狗拖斗，还是斗拖狗。哦，这拢是迄个盘水音吼，练功夫吼，这台语若要练功夫，着靠这。喙齿敢有拍夹？
有看干啊吼。毋过我感觉你已经咁要偷开安尼，你有感觉无？有啊吼，，伊迄个斗甲迄个狗足清楚的。好来，换妈妈来，你有学到啥物？阮上喜意即头的歌。啊，金头啊两摇，金头好来，你学到啥来？来，一支指头啊，一支指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奇苗头。两支指头啊，两支指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一只兔啊。三支指头啊，三支指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一只猫鱼啊。四支指头啊，四支指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红青啊。五支指头啊，五支指头啊，变啊变啊变做拍婆啊。袂要爸爸爱较细声，啊无伊会放哦吼。好，就讲哎，也好有无？好，啊，敢还佫有？啊若无，我甲你讲，咱先来分享。我有发现讲吼，大家拢足厉害，因为我一开始我想讲吼，咱去参观的时阵，拢用念的、用写的足辛苦的，对毋对？啊无来用画的。用画。今仔日有人画成功无？有啊。有，大家拢成功，有够够。来，咱即摆分享因的作品好毋好？来，对啥物人开始？哦，对你开始来，好，忙紧忙紧。你甲看哦，吼，听众朋友你甲看，伊画了真正足水的，有无？吼，即个囡仔，人讲即个囡仔对即张图看起，伊属于吼，伊足幸福的。色水愈多愈水的，伊愈幸福。吼，好来，你甲阮分享来，你甲阮讲吼，啊，你伫咧即张图内底吼，啊，你是咧画啥物？即个是啥物？爱较大声咧。青色的迄嘿个啥？你伫咧倒位？你伫倒位？我在你伫咧？图书馆。哦，图书馆，好，啊，图书馆安怎？内底有真济真济的啥物？册，吼，对毋对？哎，好，啊，你去佫去倒一间？哇，遮你甲看哦吼，佫遮，你去啥物馆？亲子馆。哦，亲子馆，你有耍着啥物？是足侪红啊吼。嘿，你有耍着佚佗物仔无？有无？有。你有耍着红仔无？布红啊。嘿，布红仔有无？有无？有吧？吼，我看到伊嘛有讲写着伊迄个呢，伊嘛有写红啊，爱报着伊红啊，有无？吼，啊，搁来即个，我感觉即个足特别的，就是讲伊足认真咧听，为虾米？因为文玲老师哪行哪甲讲，伊讲即个叶啊是属于爱心型的叶啊，伊就去甲画起来，你看吼，真正的哦，吼，即个叫做啥？你讲一个来，爱心型的叶啊，哦，啊，遮咧这啥物？菜。菜哦，哦，足精彩伊这菜，真正你甲看，伊足水的，你看，吼，一个国好的字呢，会当画甲安尼算字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啦，吼。好来，啊，即马换妈妈。妈妈嘛有画哦。有啦，逐个拢有画，你较等下你就知，逐个拢有画。好，来。哦，这一看就知影。哦，你看，真水吼。妈妈，你画这是啥物？是一个台语的时尚哦，时尚啊，内底有画句对毋对？对。你敢会记诶？用师提醒一下。哦，咱做伙记看记袂吼？用咱的话句讲咱的故事，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诗，用咱的文字点咱的骨气。用咱的画歌，顾咱的文化，我嘛向袂记安尼吼。哇，你看哦，伊画甲足水的吼，咱时间足短，会当画甲安尼，真正算无简单嘛吼。哦，好，多谢你哦吼。好，来，过来。来，我不爱看你的啦，我要看恁后生的来。你是啊，好的先藏伫后壁。大家拢足好的，你袂使安尼讲。我讲上好的藏伫后壁吼。即张上好。哦，就是。嘿，你甲看哦。你较等，你甲看，伊即个骹吼，两支骹咧踢手一就过，你敢想会到？我伊咧画时，我都有咧甲注意。你看有够够，来，即个是啥物？骹球。哦，即个是骹球哦。啊，其实吼，我咧看你即个所在吼，上界特别就是即个所在。我感觉看到你咧画甲乌糟糟，我毋知你画啥。啊，我甲你问讲，你这画啥？你甲我讲这是啥物？
伊讲骹踢球上秀一个去。对。真正咱有当时咱大人想嘛袂想到，所以我敢若想到看到伊乌素素尔，吼，结果伊会使伊的想象真好。系啊，真正是足无简单。我阁问讲，来，即个什么人？我吼，伊家己，你叫做啥物名？张武信。吴信、阿信呐，吼，好，你这是画骹球对毋对？好，来，咱先过来先看弟弟的来，嘿，弟弟，我甲你讲，画啥？我感觉伊囡仔真正是足敖，你甲看哦，伊是安尼画这，等再来讲。来，这粒是啥物球？骹球。骹球来，这什么色？乌色，嘿，这个叫做啥物色？白色，嘿。你甲看，因敢若去内底，因为咱时间关系，去内底去一个啊，因就是两三个伫遐咧拍，嘿，伫遐算，甲啥物人？甲迄个阿俊吼，你甲看哦，因咱一群仔因转来时阵，一开始就随话咯。我感觉囡仔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啦，吼，嘿啊，印象上介深的所在。来，好，过来吼，来，咱看爸爸，我都无啥爱甲看，画迄个，嘿啊，嘿，我都无啥爱甲看，你讲后人画安尼啦，后人画啊水，半点钟甲你画安尼啦，吼，所以讲我都无啥爱甲看。来啦，讲者你画啥啦？我去迄。伊看到拢画去迄个布戏剧馆。戏剧馆，我看到足侪身迄布袋戏人啊。我看这有两身较水，一身是迄关公，一身是，即个我毋知伊的名，但是伊面有一粒痣，嘿，啊足大粒的，伊是。是抽啊，嘿。所以我感觉这两个人，这两个形真趣味，拄仔阮囡仔有摕起来人一个，去上安尼。你讲恁囝咧人，你敢知影布袋戏要安怎人？哦，第二，嘿啦，手撑入去。来，一支撑入去倒位？头，第二支手撑咧头的，嘿啊，过来第二是。撑入去。手内底，尾仔两支，就来着用骹吼。哦。这个叫做机仔，机仔，拢有人讲吼。哇！这关公画了足成的呢，无怪人讲吼。因两个角色，我是有感觉讲，一个是足正派对无？一个是小丑啊对无？一个袂说一条干点对吼。所以你会甲连接起来，我感觉足好个呢。嘿啊，较趣味。嘿啊。你甲看哦，关公的面有够红，无怪人讲安那。关公面烧酒吼，看袂出来啦，因为伊红红嘛，看袂出来安尼吼，真正是有够厉害。而且伊甲画甲这关公吼，袂说身体足勇的，你甲看，关公的喙手是安尼，吼。你认真看，真正是无简单的吼。我毋知影讲你伊即个腰带，即个是咧画啥物？腰带应该是一只龙吧，我问，嘿，来这哦，伊下咧吼。伊足厉害，毋知影啥，就干咧观察就好画一个草简单，而且你看，人因两个囝，较缘投，伊毋敢总画出来咧，画一半就好啊，对毋对？主角毋是啦，主角是。哦，主角毋是，伊想讲吼，恁囝较缘投画出来，可能会去影响到因两个，所以吼，干一半就好啦，吼。嘿啊，爸爸，你这概念足好呢。而且足详细看，嘿啊，足无简单。而且吼，伊看讲倒一罐，好，来，好，紧搁再来看一届。来，请问吼，你去看几罐？我看一罐尔。你搁走去看一罐哦？拢总咧。你对头啊看到尾啊，对毋对？你感觉咱园区安尼4、5罐吼？一个是东楼，嘿，一个是亲子嘛，搁来就布袋戏剧嘛，戏剧过就是迄个叫做咱去2楼迄个。嘿，你看听人介布袋戏，你敢知影布袋戏内底有啥物角色？哦，总共6种。6种哦。内底有字写的，嘿，写伫遐。写是啥吼？星嘛。哦，小星。小星。小星，目睭开始尖。满。手。十，吼，10种。十迄个十，我感觉迄个十上古锥。你若是伫个迄个明华园，因迄个有迄个走迄个哦，做迄有诶无诶迄个上高啦吼。嘿啊，迄上介高啦吼。好，来，妈妈，你敢若笑？你有看到啥？讲看嘛，若是。看到有啊。电影。哦，电影馆内底，有啥物特殊诶？有啥物嘿，无共款诶。
较正经的嘿电影的广告，海报，海报海报。我会记有听到有人讲，伊嘛有去台南看迄壁咧画迄个广告，迄吼，迄我以前嘛总常捌去看咧。哦，文如你捌去无？无咧。啊，你看遐尔侪馆看看，你上喜欢倒一馆？戏剧馆吧。戏剧馆为虾米？为虾米？迄，闹热，嘿啊。较闹热。较侪道具会当耍。吼，我感觉较侪道具会当耍，甲你较有关系对毋对？嘿，为虾米？我较早学歌仔戏的。哦，较早有歌仔戏的吼，伊自1年啊就开始教到即阵安尼吼，无啊咧早就无咧学啊安尼啦吼。嘿啊嘿啊，啊佫有阿玲啊，啊你带因安那？你感觉安尼，咱带即阵小朋友甲大朋友安尼吼，2工内底你感觉安怎？第一天因拄来报名的时阵吼，因为还无看过嘛吼，所以伫咧进前我要来的时候，我心内想讲，今仔日即个人物毋知啥物人物咧。你想伤济啊啦！啊，结果我想讲，较早来咧，结果金雪老师佫比我较早。哈都生成安尼。结果去到遐看讲，哦，愈来愈赞看因咯。这面啊吼，我就甲因讲啊。面色啊。无，火烧猪头皮。无，啥物面色？我是看因咧顶悬拢有写2字，拢写幸福。哦，迄也而且着讲。囡仔就是看起来足幸福，迄个面咧，因为拢有是大人陪咧，啊，佫有老师陪咧，啊，有足侪吼囡仔吼，因为吼，就是大人伊有当时啊，就是爱做生理啦，较无法度拨时间。啊，当然即几工啊，阿爸阿母啊，拢有拨时间吼，甲因拢上无闲的工课拢写囥咧，吼，啊来参加即个迄个广播营。所以我一个感觉就讲，哇，囡仔每一个人的面拢写伫咧顶悬幸福2字安尼。我甲你讲诶啦，只要是爸爸妈妈要带来吼，拢是上该赞诶啦。对，因因为为资源无简单。你就算讲你伫厝内讲，伊嘛是要有伊家己诶工课啦。是啦。啊，你看啦，即个爸爸实在是世间难得诶。我甲爸爸有交谈足侪遍。有讲话就好啊，免交谈啦。啊，因为吼，我较文学性。嘿。啊，我是普通人诶。无安尼啦吼，啊，因为爸爸伊拢会除了讲咱家己讲一寡物件，还是伊要知影啥，伊拢会随时问你嘿啊交流安尼，啊，莫讲甲我请教，我嘛是会知影会甲伊讲，啊，伊真正是想要甲学一寡起来，佮甲传互因囝，这就是一种传承。我感觉伊一直教。我的感觉是安尼，系啊。对啊，伊即个教，迄个教，即个教，迄个教，伊拢安尼随时拢一直甲啊，你教。妈妈伊是安那，伊来的时阵拢足客气的，我看会出来。啊，古伊是着带着一个足古锥的查某囝来。即阮共学校的啦，吼，咱2个同学吼。啊，当然伊较细汉啦吼，有阵时啊，你着爱是爱当然，囡仔细汉就是爱牵，啊，佮爱陪伴安尼。有啊，第一工甲第2工无感觉，拢感觉拢无共。就是感觉讲，你甲教的时吼，像咱一条溪，啊尾啊，看山只路过溪，西牛犁搭挂背，蒙田犁夜水鸡，钓毛鱼，好耍无地找，吼对吧？吼，结果啊，真正第2工尔，上无嘛，我出的即个有甲我念出来。袂来，其实咱教拢是足简单的。是啦，啊简单，啊佫大家拢有法度接受，啊佫趣味性安尼，目前2工是安尼。好。啊，文如，啊你感觉咧？我感觉，甲我顶边来，就是顶边来带就是较无共。顶边是做一边的无共，较活泼，对不对？较活泼，啊有阿公阿嬷带来。为的是阿公阿嬷带，嘿。好啦，咱即摆已经8月当时啊。今仔8月初初5吼，啊爸爸节要到啊，对毋对？对。下搁看咱来安尼唱一条歌来，甲即个爸爸吼祝伊吼，爸爸节快乐，好毋好啊？因为无较袂讲吼，迄妈妈节吼拢包伊较凉个，啊爸爸节拢早晚恁到有我的，嘿，啊错来，啊干那食不拉鱼安尼无好啦，好来，啊咱同齐来唱一个啊，爸爸节好毋好？好来，准备开始啦！爸爸较大我较矮，爸爸较大我较细，爸爸手长我手短，我无喙手伊上济，爸爸照顾阮一家，世间无人通代替。
好，咱即阵差不多啊嘛吼，咱今仔日录音就到遮，真牛吼，真牛吼，真好，好，欢迎恁后摆再过来哦吼，来，咱镜头底啊，咱甲听众朋友大家再会。欢迎继续搁收听2026年关怀台语亲子广播营，我是金色。我是阿玲老师，我是温如。共款吼，伫咧咱即段共款有两组吼，两组即组嘛真正是足特别的，因为一组是对足远足远的来吼，透早7早8早，叫做7早8早就来啊，对毋对？来，我想讲，互你先介绍一下好无吼？来，妈妈，你先讲一个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林怡君，阮兜有3个人。我住伫好尾镇，阮遐上出名的是土豆。我上介意啉木瓜牛奶，因为伊冰冰凉凉。即款真即届真欢喜，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阮后生李兆准做伙来的。哦，甲你调准哈，来。即个无简单嘿，即个嘛足认真的来，调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哦哟，内行的咧，住伫行啊来哦。我号做李调准，我即马读安庆国小6年，我住好尾。阮遐上出名的是好尾糖厂、土豆。我嘛足介意食西瓜，因为伊甜甜凉凉。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阮妈妈做伙来的。你妈妈是倒一个？即个。吼，一个。你妈妈啥名？你会记无？即个是第一组吼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吼换即组来，妈妈，换你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做叶千金。我住彰化市。阮遮出名的是肉圆、控肉饭，我嘛足介意踅夜市，因为我住伫咧夜市附近。即摆是啊边。对，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甲我的后生温馨，甲我的查某囝爱乐做伙来的。要甲阮介绍一个无？安尼。甲阮介绍一个来，介绍恁查某囝来，伫倒位？查某囝。查某囝伫遮哦，来，你家己介绍你家己。好啦，你讲一个啦。你介绍你家己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号做张爱乐，即马读平和国小2年，我住彰化市。阮遮出名的是麻糍、木瓜牛奶，我嘛足介意猫咪仔，因为阮兜花园有家己走来的3只猫咪仔。即摆真欢喜，会当来参加关怀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阮阿兄、阿母做伙来的。阿兄、阿母倒一个是阿兄？来，阿兄来，你家己讲来，介绍你家己哦吼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号做张文熙，即马读平和国小4年，我住彰化市。阮遮出名的是牛排、绿豆沙牛肉。我嘛足介意味饮料，因为饮料甜甜，真好啉。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。今仔日我是甲阮小妹妈妈做伙来的。加在吼，因两个讲的尔。伊若搁第三个讲哦，咱绝对会巴肚枵的。阮妈妈较讲就是肉圆、控肉饭，你讲啥？麻糍，真正会害。恁拢讲食的呢，害阮巴肚枵，阮即阵还袂到就枵，看要安怎安尼啦吼。嘿啊，哦，恁遐拢毋过恁遐食的较济，为虾米恁哪会拢安尼较瘦吼？哎哟，你拢有保养对毋对？吼，拢较瘦啦。有食好啊。嘿，有食好吼。对啊。嘿，
啊，恁来一只吼，来2工对毋对？啊，恁敢有学着啥物？有吼真物件，有，敢要甲阮分享一个？比如讲，好，来，来一个啥物人要先来？哦，一个我上爱一个，有啥物？即个文化呀，伫我迄组，来，你要念啥物？来，甲阮分享。哦，我知啊，你等下随身去来，好，来。好，一天过了又一天，辛苦无息转转身，哎呦，早起皮仔米洗衫白，哦，淘气蚵仔鱼，哎呦，数万千。我甲你讲诶，有够趣味吼！你迄款迄个我迄工做文化营诶时阵，伊迄款你用较摕无着，看着无着你哦吼。来，嘿，伊文化营诶时阵吼，啊伫咧遮头丝蚵仔鱼，我去买酸爆糖哦，要甲囡仔偷。结果安怎你知无？迄工要表演诶时阵，头丝蚵仔鱼，食了了，迄个拢无法度啊！为虾米？拢去阮偷食了了啊！吼，系啊吼。你较头前一丝啊，吼，无较等你看无着你啊，吼，你较等等伊讲，奇怪，啊我怎么倒去安尼吼？你敢干啊安尼？啊，佫有无？咱的我咧，嘿啊！我感觉伊足厉害，因为我感觉教伊拢会记来。好，咱会对毋对？好，来，咱会来念一个好无？用咱的话句讲咱的故事，用咱的武器。唱咱的歌诗，用咱的文字点咱的骨气，用咱的火歌顾咱的文化。哦，真正是敖。伊吼，伊足厉害，迄个文吼，伊拢会念无记。啊，我尾仔我较教了啊吼，伊拢文化吼，结果吼，伊头拄仔2字拢对，有够赞吼。嘿啊，吼，注音拢要有对。来，哥哥。哥哥吼，文熙，嘿，伊平常时真掂吼，我想袂到讲吼。袂啊，即届袂。毋是，伊袂，但是伊咧讲出来已经有声音有出来啊，对毋对？好，来，你要分享啥物？哎呀，你要金头仔歌。金头仔歌。好来。金啊金，金能记，金能三能记。金能三是三能记，金能三是五是三能记。好，啊，你学着镜头仔歌对毋对？啊，镜头仔歌你内底学着啥物物件？镜头仔歌你会当学啥？金能三是五六七八九十。10喙爱合起来啦，啊，若无你来，我继续搁念。10莫念，莫即个哦，莫合。12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啊，你想要炸啥？14变做14，啊19变做19，要19哦。哦，所以咱若甲10的时阵，10以上喙爱记合起来安尼，好吧？讲到10喙爱合。讲到10喙爱合，好来换妈妈。好，我讲简单的。有一只碰鼠，上爱读食米，活落去红光来，行到半小时。哦，即个妈妈安尼伤简单吼，对毋对？对，咱园区足侪碰鼠的吼。对啊。所以讲，咱园区的代表动物就是用着碰鼠，对，做代表安尼。来啦，阿俊，互你啦。准啦，准啦。准啦，你头拄则有讲到啊，你爱食西瓜，啊，你还佫有出产土豆。啊！你敢有食西瓜配土豆？无啦。你真讲话啊咧！你等食看觅才甲阮讲好毋好？迄个阿准啊吼，即个名真特殊。啊，所以你会记第一工，以早是老师伫学校有甲你教讲你的台语名要安怎读无？无呢。对无？无吼。啊，因为吼，即摆就是学生囡仔，阿准啊，伊即摆要升6年啊，所以呢，阮若伫咧教学当中啊，拢会教迄6年啊。家己的台语名爱讲出来。啊，普通时啊吼，咱若讲台语吼，一寡生活的迄落思虑啊，会常常讲。毋过有的囡仔真正讲，你若问着讲伊的台语名要安怎讲，伊个无一个囡仔，真正无一个囡仔。啊，毋过呢，虽然讲
伫厝诶，无讲台语名，啊，厝里诶人若叫你啥物名，就是啥物名。啊，若假使咱还阁有机会，也是讲时间性允准，阮嘛会甲恁教讲恁诶台语要安怎叫。啊，上亲切诶，就是讲即个阿准啊。上尾啊，迄字啊，嘿，我加一个会叫准啊啊啦。你若讲阿准，也是讲准啊。迄表示咱两个关系无共款哦。加一个姓名知影无？会吼，咱台语就是遮趣味啊，嘿，就是足好记啊。啊，你若讲1年啊、2年啊共款，1年记袂起来3年的。若毋是你到4、5年啊，你用讲啊，阮迄教台语的老师，也是讲啥物啊？毋知呢，毋知倒一个呢，对无？也是讲你会讲，哎呀，头毛碰碰啊，啊，目睭大大蕊的迄啊，啊，我头毛碰碰，甲目睭大大蕊的足侪人的啊，拢是安尼啊。所以你的名今仔日哦，就是即个广播员，啊，互你知影讲你的台语名是安怎讲，有好无？啊，你要甲阮分享啥物？啊，你要分享阮的啥物？家人，哦，家人，好，来，认真，来。一个查甫人去家人卖家人，一个查某人去家人卖家人，卖家人的伫家人拄着卖家人的，卖家人的伫家人买家人，嫁一个人翁，嫁一个人生一个囝，嫁一个人。家人，其实即个家人咧念的时阵毋免文字，我会叫囡仔有两个印象，就是一个家人，啊一个迄个家人甲家人嘛吼，都有两个意象，啊过来是一个查甫，佮一个查某安尼，啊直接落去安尼就好啊，嘿啊，一个查甫去家人卖家人，一个查某去家人卖家人，卖家人去家人拄着卖家人，卖家人去家人卖家人，嫁一人生一个囝，嫁一人家人，安尼就好啊，拢毋免文字哦，嘿，广播员煞了，你就超啊，你爱练功夫啊，吼！你练功夫练了，才来找我挑战，吼，好吧，好。啊，妈妈等，喙拍干，喙舌拍干。妈妈等足久的，对毋对？妈妈来。我上爱食，所以我要来讲粿子，粿子。哦，好。你食粿子，你食粿子。你食粿子，伊食粿子，你食粿子，无食粿子。伊食粿子，无食粿子，我食粿子，嘛食粿子。哇！我听即个，我感觉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即个上困难，因为拢粿子，我迄工拢火气安尼吼。啊，恁当时会食着迄个粿子，啊，甲当时会食着粿子，想要食。粿子哦，粿子就是无聊的时候。无是啊是诶，粿子。哦，我当时啊咧，食啥物粿子？西瓜，哦，爱食西瓜啦，啊，搁有食啥？芭乐。芭乐，啊啥？酸子的酸呀，有无？爱食无？爱啊。爱啦吼，搁会做使食酸仔冰，对无？对。好来，啊，我会记吼，咱拢有画对毋对？来，咱是毋是点一个来？哦，啥物人要先？来。我先，我你先吼。我画是上介济对毋对？对，伤济啊。嘿，来。免啦免啦。我妈妈真熬嘿。我画一个台语文创意园区，嘿，啊，内面有足侪馆的。嘿。上有印象的是。比如讲。电影馆。电影馆。嘿。啊，搁有一个刀工林馆。刀工林馆。嘿，啊，内面有迄足大的迄灯笼。嘿。啊，你有甲讲看卖无？阮后生有讲过。哦，对啦对啦。阮迄有讲。嘿。啊，再来是图书馆。嘿。内底真侪台语册。对哦，啊，搁有戏剧。戏剧馆。嘿。内面有足侪布袋戏。我知影你内底有画布红啊。嘿，搁有衫你会当试穿，嘿嘿嘿。再过来。亲子馆，亲子馆就是遮规家伙拢会使伫遐。嘿，我感觉迄个馆上好，上好。对你来讲上介好啦吼。因为每一馆拢有伊的特色啊。好来，啊哥哥你咧？来，你看卖啊，你画啥物？我感觉伊足厉害，因为伫咧短短的时间就甲画出来哦，吼，嘿。来，即个叫做啥物？当乐啊！啊，你有讲对毋对？哎呀，啊，你讲啥物？你讲是首歌。你讲着啥物？
讲着哆来咪有无？有有哦，啊，搁来咧，甲着哆来咪尔晓。啊，你感觉伊迄要学好学还是歹学？会足困难的吧？会吧？歹学哦，是伊爱走来走去呀。安尼手大讲又甲兼运动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妹妹，来，哇，阮即个你甲看卖影，伊画甲足精彩，对毋对？伊的色水嘛足水的，吼，表示讲即种囡仔拢是足幸福的囡仔，吼。好来，你看哦，啊，你画啥物？多彩的世界。我感觉伊足厉害，讲竟然看一个就会记的，吼。来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布袋戏养的啥物？布袋戏的戏片对毋对？对，嘿，伫咧遮面顶要演布袋戏，啊，你甲看，你遮画足济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？这是报警，哦伊的布景哦啊，来，请问这是啥物？布袋戏，哦哟，足牛的吼，啊，这咧，对内底走去啊外口啊，对毋对？这个是啥？这是叫做球啊，球啊，这个啊嘛是。球啊，对，我头拄仔还无甲看到这，伊讲老师，我这还佫有这，这啥物？这啥？还佫有鸟啊伫遐咧飞。嘿啊嘿啊嘿啊，吼。鸟我足介意遐嘿吼。，啊伊你看伊遮着台语文创意园区吼，伊即个是属于戏剧馆吼，真牛啊吼。来，你，啊准啊，来准啊！准，嘿，来你画啥物？我画亲主管。亲子馆，好，啊你亲子馆内底你画着啥物？我伫遐踢球，踢球，伊头拄仔甲顶两组迄两个啊，踢囡仔，啥球？踢啥物球？踢骹球，哦，踢骹球，好。甲啥踢？甲朋啊友。是啦，啊是对毋对？有无嘿，对甲有望因有两个，望嘿，对对对。因两个对骹球嘛足有兴趣啊。好，啊你搁画啥？啊我记骹球两个边仔，搁一个迄个是啥物人？有人咧看。有人咧看，迄个毋是绝对毋是我吼。伊还搁有无？无啊。好，啊我有啦，我看到边仔有画一丛树啊。对。嘿啊，对无？等下我看卖啊，有一个人画甲足有咯，你看，你上袂记，你袂记，即个上重要啊！伊念出都画落去，哎，即个是啥物？迄是迄个便所你的。看，画甲连白手都画落去啦，够赞惊啦！袂赴啊，紧走过啊。对。所以啊，紧画做啊呢。伊指标做甲足清楚的哦，吼。好，来啊换妈妈。小解一下咱。我是画一个布袋戏翁啊，伊叫做合尾两起。合尾两起的。伊有今仔日去台语文创意园区的时阵，我印象上深，上深的就是迄演布袋戏的迄间。啊，看到囡仔伫每一个人拢摕一身伫遐人，啊，就想着我细汉时阵，阮兜隔壁的庙会老家的时阵，拢会搬布袋戏，啊，拢会去戏棚骹家偷看。伊就对咧做啥？啊，有咧做歌戏无？有，我甲你讲诶，你捌去歌戏，戏片骹，你咧偷看无？伫咧你咧偷看的啊，看伊咧化妆还是咧做啥？经验对无？嘿啊，迄会当互咱佫想到囡仔时吼。你看伊即个真正是两起的，真正是足趣味的吼。即个敢是咧迄个温州大儒侠是无？啊是。合尾两起啊。合尾两起的，迄个嘛吼。系啊。哦。因为即摆要看到即种野台戏足少呀。即摆足少，嘿。啊嘛是有啦，有特别较少安尼啦吼。有够古锥安尼啦吼，还看到即个就。啊，古因演的吼，拢对着时代无共款，因为咱迄个时代啊。金光戏。迄个金光戏啊，迄个布袋戏。你看迄个什物人，吴明德，中华时代的教授，伊研究就是做迄个，迄足大身，迄叫做金光戏哦。咱以前是一手带人的，结果伊毋是，伊是一人扭一骹安尼扭咧行安尼吼。所以我会使小可讲一个，就是咱若迄吴明德教授啊，伊带阮去的时阵啊，去迄个婚礼遐，啊入去的时候，你甲看拢一身足大身，咱想讲哦。那有迄戏样啊大身，你看差不多你徛起来，差不多你就一半以上。结果一入去的时阵，看的第一个代志，我印象足深的，就是一个迄个做操偶师，伊就伫遐咧互按摩，
阮就讲，哪会遮享受，哪有通伫遐咧按摩？结果是安那，因拍片了后啊，就是伫遐咧炒蚵仔是，差不多几分钟尔，因就足忝的。嘿，啊来买设备啦，是讲红仔内底佫结构吼，甲咱这以早的布袋戏红仔拢无共款。无共款啊，嘿。以前咱咧讲迄费衫较无感觉吼，伊即摆做甲必须足真诶咧，安尼吼，看着足恐怖诶啦吼。好啊，温如，啊你嘛是来缀2工嘛吼，啊你去行行看看，你感觉啊？你感觉咱园区有进步无？有啊，我感觉着讲变数好啊，我感觉变数改足济。真正这是上需要的，对对。足清气的。系啊。你感觉插变数尔？啊，国管的内容无啥共无？拢无共款啊！你看咱展览无？咱今仔日去迄落迄间特展馆的时阵啊，伊已经变做南北馆嘛吼。我无想到南北馆，啊，我嘛无去注意遐物件，啊，无其实遐有足侪物件通讲的吼。伊佫讲到迄落，对，嘿，啊，因为咱嘛是爱准备，啊，迄用电过，咱无注意，咱都无看到安尼吼。来啦，啊妈妈，还佫有一点仔时间啦吼，来讲看卖啊，恁安尼2工啊，有啥物感想无？阮若爱文化营安尼2工，啊，你感觉讲囡仔学台语有进步无？有进步，啊，伫厝嘛爱讲。嘿。因为昨困前，因2个就伫讲台语，伫遐耍。用台语来讲。对，以前袂安尼。安尼哦，真好啊！你继续加油，明年我要再看到你啊吼。足自然的代志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啊俊，啊恁咧？啊俊啊，你甲妈妈咧？会啦。会啦，伊阿俊也拢会甲我讲台语，啊，但是伊有较无遐认真，也是即几工伊转去有较进步。阿爸有讲伊有较愿意讲啊。安尼哦。但是伊咧讲吼，伊咧学足紧的哦，因为我感觉就是我第一印象就是讲，伊咧讲，你只要甲教，伊就是会晓的。伊咧学的学习的足紧的。啊，我咧讲，你爱学台语，为虾米？台语较少人学。吼，系啊，啊台语吼，你若去学吼，真正有你的一片天啊哈！我嘛是共款，我咧写作的时阵吼，我甲你讲，我华语一定袂得奖的。我第一届红客文学奖，我就是写台语。迄个教授讲我写台语，伊毋是讲我写得足好，伊讲我写台语足少人写。较少人写。所以我甲你讲，真个是一条路吼，台语一定要认真读，嘿啊，渐渐来，一定会愈行愈快嘛吼，因为咱即摆拢有咧推广安尼，啊玲，啊你咧？我头拄才有分享嘛，就是伊就是国馆吼，我要是讲甲因讲者，就讲咱这国馆啊吼，伊即马已经就是拢对即个时代咧行，啊看需求是啥物，啊搁来就是今仔日吼较闹交的一点就是迄个音乐馆，吼我无搁做足详细，因为时间大家拢紧走转去，时间到，啊迄个音乐馆吼，伊是一种传统的音乐。啊，即个传统的音乐吼，就是要互咱的民众，也是讲咱的下一代，佮甚至佮落一代伫咧传落的时阵，迄个传统的音乐吼，有伊足莫讲较白话，就讲有足水的乐器，像迄款咱中华嘛有迄个叫做咱是学囡仔歌嘛吼，咱即几工仔拢讲囡仔歌是迄个徐福珍老师，咱是做主点嘛吼。啊，王金选啊，即拢会使。王金选敢咱中华人。伊毋是中华人。伊是儿童文学家啦，但是伊毋是中华人，嘿。啊，拢国馆内底拢有小解一寡迄儿童的文学，也是讲伊做音乐的。啊，你甲听哦，像阮即下教学的时阵，当中迄足侪囡仔歌，因会讲老师迄足古早的好无？古早就是你有感觉着免听的哦。毋是，足水的。古早一直留到即阵无转去，表示伊足好的。对。嘿，才有通流传遮久。时代背景无共款嘛。所以伊听现的，就出来的时候，就互因感受讲无共款安尼。啊，当然迄个囡仔就是拢，伊迄种就是拢愈袂落用的囡仔吼，腹肚愈无墨水的吼。袂使安尼讲诶，伊无接触到即块啦，嘿啦。啊，你怎啊若甲伊，互伊欣赏吼，伊足无爱听，伊会感觉老师你咧老哭哭拢叫阮听这音乐无咧分老甲少年安尼。你甲想甲流行歌共款，会当流行这尔侪年拢无断，表示讲伊就是上赞的。啊，若一般吼，你若看一寡新歌，若拄仔跳一跳一，无偌久就无去啊，迄就是无够好，对毋对？像恁后头时啊唱迄调啊，迄个做歌戏调迄啊，迄我嘛会找迄种的互因听。
伊讲啊，老师你穿迄拢，迄是咧唱歌戏，我讲唱歌戏就是咱传统的物件，咱就是拢爱甲保存起来。但是教久就好啦。我一开始咧教的时候，我教囡仔诗词，我拢会叫因用迄个歌戏条录落。因拢讲老师你是咧阿弥陀佛了，我讲无啦，嘿啊，这阿弥陀佛以外嘛是有迄其他的啦，对毋对吼？好啦，我还是讲，咱其实咱今仔日时间要到啊，对毋对？咱共款哦吼，咱是毋是来唱一条爸爸节的歌，祝福咱兜的爸爸，好毋好？好。来，咱来唱一个爸爸节的歌吼，来，爸爸预备开始来。爸爸较悬，我较矮；爸爸较大，我较细。爸爸手长，我手短，我无喙手，伊真济。爸爸照顾阮一家，世间无人通代替。我恁足爱比的呢吼，足爱比的无？因为安尼就是趣味啦，是哪念哪唱哪跳，安尼上解赞啦吼。好啦，其实吼，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啦，吼。好，恁今日到遮哦吼，咱嘛祝福天下的爸爸节快乐！来，听众朋友，大家再会。